多吃点菜。娘，您多吃一点才是。我现在可是要准备进阶陆地神仙境，我可以屁股长生，不食这些人间烟火。凡人的食物吃不吃都无所谓的。如果平安不是疯疯癫癫，该有多好！都怪那些该死的刺客和背后的主谋，把我们平安害成了这个样子。启禀陛下，6大异姓王之一的安顺王已经畏罪自杀，如今6大诸侯还剩下通幽王和武南王。陛下，通幽王忠心耿耿，不足为虑，倒是武南王劳苦功高，威望太盛，威胁甚大。以你之见，有何良策？陛下，不如来个驱虎吞狼。通幽王和武南王是多年的仇敌，7日后便是武南王那个傻儿子的加冠礼，到时候让通幽王借机向武南王发难。时日不多了，朕死之前，所有威胁到太子登基的人都要消失。少爷，这个笨蛋！少爷，少爷，苦慢点，少爷，少爷，苦慢点，少爷。爹，爹，您找我。安顺王畏罪自杀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我听说安顺王不是畏罪自杀，而是被活活逼死。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们？这皇帝，我们陆家为大钱立下那么多军功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，大不了杀身在前程。闭嘴！休有胡言乱语！我陆家世代从军，怎能行如此大逆不道的造反之事？是。林叔，为父已经决定将武南王的位置传给你。爹，万万不可呀！这世上从未有过女子封侯。那你就是第一个。可是……行了，我意已决。林叔，你文武双全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我陆离天膝下3个儿女，就属你最有出息。这陆家的大旗，未来就由你扛了。是。大胖熊，吃我一剑！哎呦！三弟，这孩子，好剑法，好剑法！我的剑法，上个斩神仙，下个诛坤君，举世无双。哎呦，别闹了！我找我小毛驴去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儿！哎呦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！这孩子，明天就是他的加冠礼了，可他现在却连自己更衣都不会。爹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，让他不受到任何伤害。还有我，谁要敢动我三弟一根汗毛，那就是我陆富安的仇人。好。加冠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平安怎么还没来啊？老爷，我这就去叫他过来。哎呀，这三弟也是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也能忘了。他还只是个孩子嘛。九公主到。
闻今日是武南三世子的加冠礼，本宫特地前来祝贺。九公主贺礼夜明珠10颗，上等丝绸1000斤，黄金1万两。黄金1万两！天哪，九公主出手就这么阔绰？那可是，九公主不仅是皇室的掌上明珠，更是我大前第一副商，富可敌国呀！大姐，这九公主也太有钱了吧？论武，九公主或许不如，但论经商能力，九公主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前第一人。九公主不远万里从京城而来，还送上如此厚礼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一些薄礼不足挂齿。通幽王到。什么？通幽王？武南王，别来无恙啊！通幽王与武南王不是多年的死敌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来者不善。快来，只差一点便是陆地神仙，纵横天下，世间无敌，是时候跟皇帝摊牌了。少爷，您会自己洗漱了？少爷，您会自己更衣了？这难道不是常识吗？少爷，你恢复正常了。通幽王，你来干什么？本王自然是来祝寿。来人，把贺礼呈上来。通幽王贺礼：泥人玩偶10斤，布娃娃5斤，糖果20斤。这怎么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？真是把三世子当成个傻子白痴了。通幽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听闻，武南三世子红心未泯，自然要投其所好，送上相应的贺礼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哼，这些贺礼可都是我义父精心挑选的，这些玩偶。相信那个傻子一定会爱不释手的吧？通幽王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通幽王，贺礼既已送到，本次庆生，本王不欢迎外人，请你离开。武南王，本王可是诚心前来祝贺，想不到你武南王府竟连一口热茶都没有。咱们王爷用心良苦，奈何人家不领情啊！你们这群混账！哼！哎，对了，那个傻子呢？今天可是他的加冠礼呀，咱们不见他人呢？啊！哎，武南王，你那个傻儿子又去哪玩泥巴去了？哎呀，自己的加冠礼都能忘记。还真是蠢呐！啊，要是本王有这样的儿子，早就把他给掐死了。你，我看啊，他就是不敢出来见人，
毕竟他就是一个白痴。你给我闭嘴！爹，我现在去把三弟找回来。是谁在找我？嗯。奇怪，武南三世子不是个傻子吗？怎么和传闻的不一样？老爷，少爷已经……夫君，平安堂。先看看。这就是那个傻子，此等气质，难道传闻有假？三弟，你先回内堂等候，一会儿我们就过去为你庆生。对呀，听你大姐的话，赶紧去内堂休息。我们这些大人呢，还有正事要商量，你不要着急，一会儿就给你庆生啊！副统领说的对呀，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。三世子如果无聊的话，可以在玩具里面拿出来一些，拿去玩，都是你爱玩的。闭嘴！通幽王，这是武南王府，不是你能造次的地方。武南王，本王听闻武南嫡千金武功高强，小小年纪便能统领琥珀军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啊！你要挑战我？听闻云舒小姐的枪法刚猛霸道，冠绝武南。同辈之中更是无敌手，我想试上一试。如果你输了，那就要交出琥珀军的兵符。什么？居然要赌兵权？要是武南王府输了，失去了琥珀军，相当于自断一臂啊！原来是为了我的兵符而来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就跪下，向我三弟道歉。好，陆离天，你就准备好把琥珀军的兵符交出来吧！啊！哼，胜负未分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少爷，你觉得大小姐会赢吗？难。四姐，云舒，哎呀，这，这就是所谓的武南王的嫡千金吗？也不过如此。别硬拼，公子下盘。哼，一个傻子，你懂武功吗？也敢在这里指指点点？好啊！好，好样的！云舒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哼！
这陆平安竟能一眼看出张阳明的破绽，真的有效？怎么可能？这废物竟然能看出我的破绽！哼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！哼！这2只顾问都重达5000斤，我儿吃饭睡觉都带着它，以此磨练自身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儿早已达到1品宗师。什么？1品宗师？那可是以一敌万的存在。这张阳明竟然有如此实力！姐，你要小心了！金蛇枪法第1式，毒牙。云舒，大姐，大小姐，云舒，哎呀，你，躯壳手段果然还是弥补不了境界上的差距。竟然又被他说对了，这武南3世子不简单呀！陆离天，你们输了！没有输。哎呀，大姐，云舒，云舒，你文武双全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我陆离天膝下3个儿女，就属你最有出息。这陆家的大旗，未来就由你扛了。爹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，让他不受到任何伤害。武南王府敌千金，就这点实力，笑掉老子的大牙了，简直不堪一击！还不能输，是吗？没事吧，好孩子，上哪儿了啊？哎呦，临危不乱，游刃有余，好一个武南3世子！一个一介女流，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，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子，你们这武南王府是没人了吗？父王，你不为黎民百姓着想，反倒为了给太子铺路，不择手段，铲除异己，连武南王这等肱骨之臣都不放过吗？傻子，你赶紧上来，我好让你们一家人输得整整齐齐的啊！正合我意。三弟，不要！3世子殿下，冷静啊！傻子，就凭你，简直大言不惭！就凭我！
逃啊！什么？他怎么直接出现在那里？原来如此。哼，装神弄鬼！杨儿，不要手下留情！傻子，你拿一个桃花枝，难道是上来过家家的吗？对付你个一品宗师，桃树枝绰绰有余。你知道一品宗师意味着什么吗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就算你修炼这么多年又如何？在这大千皇朝，武道天才都只配替我提血，你也不例外。哎，李天，你那个傻儿子，他又在风言风语了。哎，这，他脑袋有问题。你们只是我风风癫癫，是我隐忍了18年，苦练了18年，今天我为武道绝学。什么？果然如此，和我想的一样。三世子殿下，原来说的都是真的。一剑开天门。好，杨儿，杨儿，杨儿！一招灭杀一品宗师，他竟有此事。这怎么可能？少爷，归我！这还是我三弟吗？谁说我武南王府后继无人？这就是我儿！你竟敢杀我儿！杀就杀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全部给我上！通幽王，你伤我家人，今天你走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现武南王陆离天3日之内进宫与朕议事，如有阻碍者，斩立决。钦此。臣接旨。武南王，你可要尽快的启程啊！若是晚了，陛下可是要问罪的。我们收拾不了你们，自有人来收拾你们！你若是再敢废话一句，现在就送你去见你儿子！爹，不要去！爹，这明显就是鸿门宴呐！不去，那就是抗旨。到时候给你们安一个谋逆的罪名，不知你们武南王府能否消受得起呀？我期待你们的选择。一品宗师之上，又有金刚、天玄、万象、陆地神仙4境，他一招灭杀一品宗师，至少也是金刚境。18岁的金刚境，当世武神也不过如此。这一趟来对了。武南王，本宫给你一个忠告，千万不要去。父皇的心思早已不在治国安邦上，就不劳九公主费心了，本王自有定夺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找本宫。先行告辞。爹，千万不要去，谁知道那老皇帝想要对你做什么？是啊，爹。这狗皇帝的意图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要对付你，爹，咱们起兵谋反吧！住口！
口！虽然你爹手握30万镇南兵，有这个能耐，可咱们陆家历代哪个不是精忠报国，哪个不是忠肝义胆？这是让我在列祖面前蒙羞吗？爹，二弟也是为了我们。以后休要再提造反！三弟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。三弟，你还真把我们都给骗了。如果不是装疯卖傻，哪里能逃过那老皇帝的毒手？我就知道，我武南王府注定会出一个麒麟子。爹，老皇帝命不久矣，他为了给太子铺路，一定会对我们陆家赶尽杀绝。这次事情竟然脱不了干系，就知道是这个皇帝。爹，千万不要去。是啊，爹，咱把这圣旨当狗屁放了不就完了吗？平安，爹想问问你的意见。爹想问问你的意见。回去。好，从明日起，爹就装兵，看皇帝能奈我何。少爷，九公主想见你。竟然还不走，叫她进来。是。这九公主到底有何图谋？打扰三世子养休。这世人都说三世子疯癫痴傻，现在看来，三世子不但把天下人都骗了，连父皇都被你蒙在鼓里。九公主不远万里从京城赶来，对我爹如此示好，不单是为我庆生吗？你想招揽我吗？三世子不但武力高绝，此等聪慧，便是满朝文武也鲜能比拟。为什么？既然都已被三世子看破，那本宫便不再隐瞒。本宫创办大前第一商会，坐拥数之不尽的财富，可是有一样东西，是我不管花多少钱财都买不到的。你是想说军队？与聪明人对话就是诚实。不错，尤其像你父亲麾下如关宁铁骑、玄甲精骑、5份瑞士，更是本宫豪掷多少钱都买不到。你若想自保，大可雇佣我的高手；想得到军队的支持，你是想夺嫡。聪明。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你？如今这朝廷的局势，本宫再求武南王功高震主，与父皇早已水火不容。可是以你爹的性子，他绝不可能造反。倘若是扶持一位新皇帝，一位对你们陆家没有杀心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的野心还不小。从古今来都是男子成帝，他们当得，为何本宫当不得？父皇，他为了太子，已经9代长征，西北洪灾，北境旱灾，死了多少黎民百姓，可他从来都是不管不问。我若登基，定不会为了一己私欲，偏让天下黎民受苦。三世子，好好想想吧，不用想。大前第一位女皇帝，有点意思。马车都备好了吗？王爷，您真的要去吗？我陆家世代为将，满门忠烈，问心无愧。皇帝要见我，难道我要当那藏头露尾之辈吗？可是王爷，若您一去不回呢？如果我死去，就将这封信交给平安。
哎呦，千万不要让平安他们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武南王府。是。王爷，你可千万要平安回来呀！世子殿下，刘管家，我天哪！王爷正在装病，不便见客。可是我为什么感觉到他的气息？刘管家，爹他到底在哪儿？王爷，他已经离开武南王府，进京面圣去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王爷的吩咐，让我一定保密，我也不敢隐瞒您呐。这是王爷给您的书信。平安啊，爹就知道你会大有作为，不会让爹失望。现在，爹有一件事要去解决，成了，陆家便可安稳无忧；若不成，你就是下一任武南王，掌管30万镇南军，镇守武南边关，听调，不听宣。我爹什么时候走的？王爷2日前就已经离开了。三弟，爹呢？三弟，发生什么事？爹进京了。什么？娘！爹糊涂啊！他居然真的进京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只有我们去追他。三弟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以你们的速度，根本来不及赶到京城。那可是……三弟说的对，我们的境界太低了。三弟，要不要给你备马？把他慢来，进来。御剑飞行，三弟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皇帝，你出了什么事？要你杨家很难陪葬。继儿，你来用双手接过这藤条。可是父皇，藤条上都是刺啊！那父皇就帮你把这些刺撸掉。爹！现在你再来借一剑。只要朕帮你把这些刺撸掉，你就可以顺利的接住这藤条，安稳的继位了。爹，你将武南王召进宫，难道要……朕马上就可以安心了，而你将稳坐大清江山，高枕无忧。谢谢爹。朕其他的皇子，私底下只有你管朕叫爹，因为朕就看好你一人。孩儿定不负爹的厚望。下去吧。陛下，武南王进宫期间，让你的人看好了，若是武南王府有一丝异动，便派兵镇压，以谋逆罪处置。是。父皇，你对太子的偏爱，若能分几分给黎民百姓，北京也不会闹旱灾，赤地千里，贺服遍野。你们就在此等候。是。
你们去下面。武南王马上就来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武南王，你竟然真的来了！起身吧。武南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剑上朝，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入朝不屈，暂拜不如。剑履上朝，君王特许。本王倒失望，你虽然也是异姓王，可并没有这个权利。武南王，朕能给你这个权利，也能收回。武南王，朕能给你这个权利，也能收回。是吗？武南王，你手握30万镇战军，倒是威风得很呢。还有你的3儿子，装疯卖傻，给朕都蒙骗过去。陛下，臣还有臣的子女，都只会效忠于陛下，绝无异心。朕的江山70%都是你为朕打下的，你陆家立下不世之功，又对朕如此忠心，真是心碎啊！我陆离天对天发誓，我陆家只会效忠于大前皇室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哦，陛下交代的任何事，臣定当竭力去办。倘若朕要你交出兵权呢？没了兵权，看我怎么死！哼！陛下无非就是担心我会威胁到太子，我只需要表明陆家是站在太子这边的。陛下，臣定当竭力辅佐太子殿下登基，陆家所有的力量都将为太子殿下所用。大胆陆离天，朕还没死呢，你便在这里结党营私，拿下！为什么？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为何这样对我？陆离天，就算你没有造反的心，可是你有造反的能力。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这就是你的罪。押下去！陛下，陛下，放开我！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没想到我对殿下忠心耿耿，却换来如此下场。难道我真不该来吗？武南王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哎，在牢里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郑文兄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武南王，你还真是天真呢！你以为向陛下表忠心，陛下就能放过你们陆家吗？难道陛下连我的家人也要？当然，不把你们陆家给灭了，陛下怎能安心？还有太子殿下怎能安稳就位？只有死人才不会作怪。武南王，你们陆家世代忠烈，本太子只是个近人，可你应该明白，功高震主，素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哎，没错，你的死呀，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，你2个儿子、女儿、妻子都会下去陪你的。本王一子的死，就让你们武南王府慢慢陪葬。听说你的妻女姿容出众，沉鱼落雁，放心，到时候本太子不会傻，会替你好好的照顾。畜生！你们！
就是我的家人出了什么事儿，本王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你放心，等你死后，本王会请得道高僧来超度你，让你连做鬼的机会都不会有。武南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上路吧。不时已到，加入行程。再快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南王陆离天结党营私，意欲谋反，按律当斩。陛下，现在整个皇宫都已戒备，我已命10万禁军守住每一个路口，此地戒备森严，再加上有我镇守在此，没人敢干扰行刑。父皇放心，杨公公可是万象境的大高手，今日将武南王斩首示众，他必死无疑。神仙来了，救不了他。陛下，武南王一死，武南王府便不足为虑，到时候剩下的人就交由臣来处理。准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只等公主下令，死士们就会出现，以刺杀陛下为掩护，拼死营救武南王。好，接下来听我的。这会不会太过冒险？一旦失败，便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想要成就非凡霸业，便要采取非凡手段。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，本宫又岂能错过？只要成了，救出武南王，便可获取陆平安的好感。有了武南王府的支持，大业定能成功。好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为了大钱，我张天和愿与九公主共进退。10万禁军守卫，又有杨公公这等大高手坐镇，有一天，我看这下谁能救得了你？罪臣陆离天，你结党营私，意欲谋反，你可知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陛下想杀了我，连个好的理由都找不出来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拥兵自重，聚焦兵权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将死之人呢，就老实伏法，闭上你的嘴，别在这里破坏父皇的心情。陛下，我陆家世代满门忠良，大清皇室有今天的江山，是我陆家一代代人用命堆出来的。陛下当真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？陆离天，你言下之意是说我大清皇室离了你就转不起来了吗？陛下，你杀了臣可以，臣恳求陛下放过臣的家人。陆离天，你脑袋是不是糊涂了？你犯下了罪行，牵连九族，罪不可赦。陛下是人后，可还不傻？放心，你在下面不会孤单，你的一家人马上就会整整齐齐的下地狱陪你。陛下此举真让老臣心寒。心寒？武南王，你就算有再大的功劳，也终究只是个臣子。君要臣死，你不得不死。别说诛你9族，就算诛你10族，你也是皇权象征，理所应当。好，真好啊！死到临头你还笑不出来？既然如此，就当我陆家的忠心全都为了狗。我陆离天对天发誓，下辈子我陆家绝不再做大清皇室的臣子。你，马畅。
马上给他把他砍了！听到了吗？还不快行刑！心中的大石终于可以落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陆离天，你的嘴再硬有什么用？下去跟阎王爷说去吧！动手！看谁！爹！这武南离京城何其之远，他竟能赶过来。陆平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皇宫！哼，来得好，反正也是要清理门户的。今日就连你们父子一同诛杀。杀我？你觉得你有那个本事吗？我是没有，京城20万禁军，还有镇守在此处的各大高手，他们敢闯进来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坏了，陆平安孤身闯入皇宫，还是太过冲动。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出手相助？平安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爹，放心，接下来交给我。今天我要带我爹走，看你们谁敢拦！放肆！父皇，此子私闯皇宫，目无皇威，作乱犯上，请父皇将其就地格杀。杀了吧，拿下！都给我退下！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陈统领，听说他早已达到大成金刚境，金刚不坏，刀枪不入，一双拳脚能够开山断枪。陈统领出手，非死即残。陆平安，这才是真正的武道高手，我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。不好，这陈豹放眼京中也是1等1的高手，不是一般的金刚境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我先废你一臂！平安小心！武南王，你儿子不是过来救你，那今天我们就当着你的面打死你儿子。你，陈统领，别急着杀他，先废他双手双脚，慢慢的折磨，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里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敢闯入皇宫，非死不可！哈哈哈哈！区区一个大成金刚境，竟然如此自信，口出狂言！我先废你一臂！什么？一招秒杀大成金刚境，这怎么可能？平安，竟然有如此实力！我可是大成金刚境，竟然打不过你一招，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说呢？难道是玄天境？这么年轻的玄天境？下一个。看来已经不用我们出手。陛下，此子年纪轻轻，竟然达到了玄天境，惊世骇俗。若是不除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一个傻世子，居然藏拙到此等地步，湖南王果然了不得。爹，我们走。好，陆离天，你们陆家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我陆家世代忠良，精忠报国，可换来的却是陛下赶尽杀绝。陛下不仅对臣，还要对臣的家人痛下杀手。便是再怎样的愚忠之臣，也难免心寒啊！陆离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今天臣就告诉陛下什么意思！你我君臣情分，从此恩断义绝。从今日起，我陆家听调不听劝，只效忠大钱，而不效忠你大钱皇室。你敢？陛下问我敢不敢？好，我今天再告诉陛下。首先，
我是他们的爹，其次才是陛下的臣子。陛下要对我的家人动手，我陆离天第一个不答应。离天，以为你们陆家很有能耐吗？你儿子不过略通几分武学，随便请几个高人就能打死他。等本太子登基后，先百万大军踏遍武南王府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？你敢背叛父皇，我就敢杀你全家！登基？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父皇已传位于我，我乃太子储君，将来的真命天子。而你，区区一个异姓王的儿子，你能奈我何？又能拿我怎样？别以为不敢杀你，你敢杀我？你能杀我吗？有本事你来杀我呀！让我告诉你，本太子最喜人妻，等你们死后，本太子一定不会亏待他们的。继儿，现在事情能杀你了吗？陆平安，你若敢动我儿，朕定会让你陆家满门陪葬。陆平安，你疯了吧？那可是太子啊！大胆逆贼，还不住手！陛下不是最喜欢看这种骨肉分离的场面吗？今天就让陛下也试试。你敢！继儿，太子殿下，他竟然真的把太子给杀了！太子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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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儿，继儿，皆是大前储君，应有国运庇护，这么容易就死，看来他不适合当这个储君。陆平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杀我儿！你儿子缺乏管教，我只是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下辈子注意一点。好啊！看起来你们陆家这是真的要自寻死路啊！自寻死路的是你，陆平安。难不成你还想弑君？没错，今天就是弑君。护驾，护驾！陆平安今日若是真能杀我，我便不必再多费力气。尔等乱臣贼子也敢对陛下出手，问过咱家了吗？哈哈哈！杨公公终于出手了，这可是万象界的大高手，融合天地万象意境，人间武学极致，千金裨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陆平安，没想到吧？陛下身边有万象界保护，就算你是天玄境，在万象界面前也形如蝼蚁。今天你必死无疑。陛下不要担心，接下来就交给老奴吧。陆离天，你儿子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可你以为就凭他一人就能把你救走吗？朕身边从来不缺的就是武道高手。没错，正如陛下所说，今日你们都难逃一死。谁想到，这陆平安再强，他也只是天玄境，不可能敌过万象境。是啊，快走！爹，该苦的是他们。好大的口气！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日咱家就将你就地诛杀。阴阳太极图，包罗万象众生，融合天地之力，至今这世上还无人能挡住杨公公这一致命杀招啊！偏小心，区区万象界，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咱家去死吧！剑气古龙臂！竟然连杨公公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已经踏入那个境界？万象界很厉害吗？
你别得意的太早，20万精兵马上就要到，火龙阁无数的高手正在赶来，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逃。20万精兵，在他们没来之前，你死了狗命！陛下小心！陛下大胆！尔等逆贼，安敢在此造次！太好了，是护龙阁阁老，居然是他！不好，平安，他是护龙阁阁老，乃是半部陆地神仙，修为通天，陆地神仙不出，这世界没人能打过他。竟然连这等人物都惊动了。有我在，陛下不必惊慌。请阁老出手，诛杀逆贼！分内之事。嘿嘿，这可是半部陆地神仙，不是万象镜所能比拟的。陆离天、陆平安，看来今天阎王爷是铁了心要收了你们。半部陆地神仙，好，你值得我用出真正的剑。混口小儿，你只不过在武道上有一点点成就，竟然如此张狂！好，今日便让老夫好好教训你。都来！血影狂刀，当年北凉叛乱，东方阁老就是用这把刀引进了10万叛军的血，一个人镇压了叛乱。陆离天，你们杀了朕最宠爱的太子，今天便先让你们父子偿命，接着便是你们陆家满门陪葬。今天注定有命丧于此吧？这下真完了，便是我出手，也救不了他们。逆贼，受死吧！太好了，平安的实力竟然和东方阁老不分伯仲。怎么会？东方阁老也奈何不了他，他究竟是什么境界？难道他真的达到了那个境界？你竟然和我一样是半部陆地神仙，而且比我还有更胜一筹。什么？他竟然也是半部陆地神仙，和东方阁老一样？果然，18岁的陆地神仙，这陆平安简直是妖孽。半部陆地神仙，值得骄傲吗？我苦修100年才堪堪走到这一步，世上竟有如此年轻的半部陆地神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算你是半部陆地神仙，恐怕也只能止步于此了。20万禁军一到，再加上老夫，恐怕你是走不了了。我若想走，可能谁拦得住？拦住他！你大可上前一步，当你出手的时候，也会要了他的命。呵呵呵呵，你想护住你爹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看来今天杀不了皇帝，是时候该走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无能，臣怕离开陛下，陛下就会受到庶子的毒害。20万禁军，还有这么多的武道高手，竟然连一个人也拦不住，朕还要你们做什么？陛下，万军从中过，片叶沾身。好一个陆平安，他竟是半部陆地神仙，果然我压住武南王府是对的。陛下，那武南王3世子年纪轻轻，竟如此修为，千古未见。臣也是想不到，他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。一个18岁的半部陆地神仙，便是放眼全天下也没有第二个。难道这件事真的是朕做错了吗？不，朕没有错，他只不过就是个半部陆地神仙。只要没有达到真正的陆地神仙，那他就一样会死。10万杀不死，那就50万。
50万杀不死，那就100万人！朕要从各地集结100万大军，替太子报仇！替太子报仇！陛下，不可呀！武南王的镇南军极难对付，若是贸然发动全面战争，必然会2败俱伤。到时候，周边各国便会趁虚而入，陷我大权于危难啊！陛下息怒，想动武南王府，不一定要动用到军队。你说还有什么法子？陛下，护龙阁主要为保护陛下所创建，主阁护主还有一个暗阁，负责暗杀清君侧，以臣之见，启用暗阁对武南王府上下给予雷霆打击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，替朕血洗武南王府。臣万死不辞。暗阁集结天底下最可怕的杀手，只效忠于皇室，卧虎藏龙，高手云集，暗杀从未失手。这下武南王府怕是要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了。什么？父皇竟然要动用暗阁来对付武南王府，这下不妙了，我得赶紧去通知陆平安。九公主，你赈济灾民已经填入巨额钱财，商会里已经有很多人对你不满。不满？此事本不该九公主你管，是否要停止赈济灾民？父皇不管，我管。至于商会的这些人，别忘了，当初是谁带他们脱贫致富？如今让他们捐一些救命钱给这些百姓，便不愿意了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这商会本宫说了算，反对者便自己退出商会，今后莫要再与本宫合作。是。也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行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爹，三弟，你们没事吧？三弟，你真的把爹给带回来了。你们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家平安出息了，我们武南王府出了个真正的麒麟子啊！三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皇帝要动用暗阁暗杀我们陆家满门。什么？暗阁乃护龙阁分阁，专技暗杀，自创建以来就从没失过手。果然，皇帝要置我于死地，你却从鬼门关把我救出来，这下彻底激怒了皇帝。接下来只会迎来皇室的雷霆报复。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暗阁的打击呀！慌什么？平安，你有办法对付暗阁？区区暗阁不足为惧，接下来的日子照常进行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一切就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哎呀，你们就听平安的，平安让我们这么做，定然有他的道理。不知不觉间，平安已经一个人撑起了整个武南王府，或许我是时候该退位了。少爷，九公主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喝茶？九公主找我何事？一般的事还不值得本宫来一趟。你知不知道，父皇已经真的生气了，他要动用暗阁来对付你。你可知道这暗阁是怎样的存在？他们是黑夜中的杀手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上至王侯将相，只要被他们盯上，都必死。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
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护住武南王府的每一个人。一旦他们渗透进来，便是你武南王府的灭门之日。你说完了吗？陆平安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你想如何？你只有跟本宫合作，才有实力与暗阁抗衡。不错，不错。你只有跟本宫合作，你武南王府才有一线生机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本宫会帮你。哈哈哈哈！你与我喝茶谈心可以，合作就不必了。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去与暗阁抗衡？对付暗阁，还不需要本世子亲自出手。你，陆平安，你们陆家是一个很好的盟友，若是失去你们，也将会是本宫莫大的损失。你如此自信，可是有什么依仗？倚仗？这个够吗？这是罗网令牌，你的身上怎么会有罗网令牌？哦，九公主知道这个。罗网的令牌，本宫当然认得。罗网是当今江湖中最神秘的组织，暗杀、情报无所不能。他们不被金钱收买，不受王权控制，在这世上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。他们只听从一个人，那便是罗网之主。可这罗网之主，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的真人。民间传言，他是陆地神仙，一人便可抗衡一国。难道你还有罗网这一层关系？皇帝既然用暗杀这种下作手段，那我就让他知道谁才是暗杀界的王者。九公主不好了，暗阁的杀手已经渗透进此地。什么？陆平安，暗阁的杀手已经来了。那又能如何？难道你就要在这里坐着吗？我说过，对付区区暗阁，何须本少爷亲自出马？九公主，请用茶。他到底是故作镇定，还是真有底气？好，本宫倒是要看看你如何对付这些暗阁杀手。别着急，让茶香再飘一会。这就是你的方法？本宫可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所有入侵武南王府的暗阁杀手已被全歼。罗网玉衡，罗网天玄，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什么？你就是罗网之主？爹，你们别藏了，出来吧。三弟，你把闯入府内的暗阁杀手全给杀了。玉衡，殿下，暗阁此次共出动杀手36名，都被我们处理干净，还有暗阁上下一个不留，全灭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竟然把暗阁给灭了？那传闻是真的，罗网的实力比暗阁的实力还要强悍。三弟，真没想到你还有此等身份，难怪你这么不着急。出门在外，自然要有一些自保的手段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府里，
罗王也会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好啊！不愧是我陆离天的儿子。据我所知，除了太子杨无忌之外，二皇子杨楚应该是你父皇最疼的儿子。不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父皇对我们陆家发动这种雷霆打击，我又岂能不还以颜色？你要对杨楚下手？陛下，暗格已经出手，他们绝不会失手。陛下只管静候佳音。就算杀不了陆平安，暗格也能血洗武南王府，替陛下出了这一口恶气，以祭奠太子在天之灵。哼，他再厉害，也只是一个异姓王的儿子，怎敢与朕斗？陛下所言极是。陛下，血！我时间不多了，得尽快立主。杨安，去把二皇子叫来。陛下，这是……太子之位总不能一直空悬着，朕的位置总得有人来做。陛下，老奴这就去将二皇子请来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，二皇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二皇子遭到暗杀，被吊死在寝宫之中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将二皇子解救下来时，已经没气了。陛下，他一定是遭人暗杀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陛下，暗杀失败了，暗格派出的杀手全军覆没，暗格也惨遭血洗，无一生还，请陛下恕罪啊！什么？我们前脚派出杀手去武南王府，暗格后脚就遭到了血洗，就连二皇子也惨遭毒害呀！皇上，这定跟陆平安绝对脱不了干系。陆平安，又是陆平安！陛下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滚！主人，得手了，二皇子已死。你们竟然真的把二皇子给杀了？这只是对你父皇的一点警告。他杨千每对我陆家动手一次，我便灭他大清皇室一条龙脉。我倒要看看他玩不玩得起。怎么，怪我杀你皇兄了？我只是没想到你能把手伸进皇室，你能手眼通天到如此地步。罗网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他这些年不是一直在装疯卖傻，他到底是何时装进来的？好了，也该轮到本王发问了。九公主，你与我儿走得这么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你们陆家与皇室尚未闹翻，本宫不好明说。现在也没什么可遮掩的。自古以来都是男子称帝，可为何男子当得，这女子便当不得？本宫无意与先皇争高低，本宫要开辟先河。你想拉拢我？你想夺嫡？什么？爹，他想当皇帝？看来还是武南王更聪明。
我之前与你提过此事，不知三世子考虑的如何？你确实不只是说说，西北蝗灾，北境旱灾，你不惜花费重金赈济灾民，心怀天下，有勇谋，有魄力。若只是当个公主，确实可惜。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我同意没有用。朝廷现在这么多优秀的皇子，这皇位有几是你能做得了？本宫之前的确有过几位优秀的皇兄。我的三皇兄杨乾宁，他知书达理，才高八斗。我的四皇兄刚正不阿，任人唯贤。还有我的五皇兄、六皇兄，他们都是集品行与才情于一身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登基，都会是利国利民的好皇帝。可是九龙国邸死伤无数，太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储君之位，把他们都杀了。若是他们中还有人尚在人世，本宫绝对不会跟他们争这个皇位。本宫本来不想争，是那太子逼得本宫不得不争。本宫绝不会想让这大秦的江山落入一个昏君、暴君的手中。爹，这些您都听到了，您的意见？这爹，你就答应了吧。九公主心怀天下，如果她要登基，总比那狗皇帝要强吧？爹，你曾经说过，女子也能封侯。你说能力应当顺应民心，那么即使是皇帝也当得。没错，爹，咱们这也不叫造反，我们就是想换个皇帝。这是我唯一能说服武南王的机会。武南王，你若是对本宫女子的身份有异议，本宫还可以再给你提供几个人选。什么人选？如今太子已死，二皇子又被暗杀，其他的几位皇兄也被太子残害。如今仅剩的皇储中有九皇子杨宇轩。九公主，你可别开玩笑了。这九皇子不学无术，夜夜笙歌，沉迷享乐。若是他当皇帝，整个大秦都会被他败光。那11皇子？11皇子生性凶戾，喜怒无常，常以杀人为喜乐。若是他上位，必定是个祸国殃民的暴君。那便只剩下13皇子。13皇子蠢笨不堪，懦弱无能，就是个应声虫。武南王，你大可以找找看，放眼整个大秦皇室，还有谁可以做这个皇帝？爹，如果要是九公主登基，对天下百姓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呀，总不能让那几个畜生当皇帝吧？是啊，爹，九公主称帝，对我们陆家，对天下百姓，没有半点坏处。九公主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可否容我考虑考虑？自然。不过，本宫要告诉你们一声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父皇迟早会察觉到我的心思，还请武南王早做决定。好，本宫便不多留了，告辞。平安，爹，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，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于您来说不容易，您自己想清楚。
这些都是真的吗？陛下，九公主暗中与陆家逆贼沟通。此事属实，老奴还查到，当日要处斩武南王时，九公主意图劫法场，解救武南王。此外，九公主还越过陛下，私自赈济灾民。她替朕赈济灾民？那是朕的事啊，谁给他的权利？难道朕的位置他也要替朕来做吗？杨欣呐，杨欣，朕只是最近对你有所疏忽，你就给朕这么大个惊喜吗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杨安，说，朕要如何处置他？陛下，这显然是谋逆之罪，按律当斩。他人现在何处？陛下，九公主此时刚刚回来不久，正在宫中。马上带领御林军把他拿住，如遇反抗，生死勿论。是。这个逆女，朕真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九公主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的闲情逸致，给我搜！将其他逆党全部拿下。杨公公不必麻烦了，本宫已遣散了所有人，如今这宫中的逆党只有本宫一人而已。你为何不反抗啊？父皇要拿儿臣，儿臣如何反抗？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处开。怎么，你就这么想取而代之，坐到朕的皇位上吗？父皇不愿让位给儿臣，儿臣便只能另许他。哼！一个女人也想做皇帝，你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可笑了吗？臣女不觉得可笑，臣女觉得，只要能够治理好天下，只要能让万民安康，是男是女又有何妨？你是觉得朕治理不好天下，不能给万民安康吗？西北蝗灾，父皇可曾管过？北地旱灾，父皇可曾过问？北地赤地千里，各瓢遍野，天怒人怨。可即便如此，父皇都不愿把国库的粮食分给百姓。父皇，你便是这么治理天下的吗？放肆！放肆！朕如何治理天下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朕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，你不能抢。身为朕的女儿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杨欣，扪心自问，朕如何亏待过你？你竟然如此对待朕！父皇，你从未亏待过儿臣，但你亏待的是这天下的黎民百姓。今天，儿臣就要用自己的力量，为这天下百姓讨回公道。你，好啊！没想到朕的女儿竟生了一身的反骨。杨安，在，把这个孽女压下去，砍了。是。
龙王玉衡，龙王天玄，奉主人之命，保护九公主。逆女，你果然和陆家的逆党勾结在一起！带我离开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陛下，你小心啊！这两个都是万象境。大胆逆贼，竟敢在此造次！东方阁老，万象境，你们还不够资格吧？阁老，你没事吧？陆平安，东方牌，我够资格吗？东方牌，我够不够资格？30层。他的修为又有长进。玉衡，你们现在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？逆贼！二皇子果然是被你所杀。杀就杀了，奈我何？你别想走！我若想走，就凭你拦不住。都来！可恶！又让这庶子跑了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陛下，您的身体……朕命你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杀死陆平安！陛下，此子修为日益精进，若假以时日，便是我也不是他对手。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啊！半步陆地神仙不行，那就去请真正的陆地神仙。陛下，这个陆地神仙是隐世不出，不问世俗，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。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些大人物啊？用这个。这是羽化仙门的宗门令。原来传说居然是真的。当年开国太祖与羽化仙门掌门有过交情，羽化仙门赠予太祖一面宗门令牌，持此令牌者，如大前遇危难，可向羽化仙门求助。太好了，有此令牌，就可以请到陆地神仙斩杀逆贼。这本是朕压箱底的手段，可是武南王府已经触犯了朕的逆鳞，这次朕定要陆家满门覆灭。皇上英明。你明知皇帝会派人来拿你，为何不跑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。别误会，我之所以救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这个皇帝。恐怕我是撑不到登基的那一天。放心，有本世子在，绝不可能让你死。这，你看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九公主怎么会伤得如此严重？她的气魄还是被皇帝给发现，若不是我及时出现，她现在已经死了。哎呀，这九公主这事被我们给牵连了呀！这九公主，本宫今日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黎民百姓，纵然今日身死，也绝不后悔。武南王，本宫只求你一件事：若本宫今日真的死了，一定要敢扬前下跪，扶持一位真正的明君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之前商议的结盟一事，若武南王不愿意，也可以不作数。谁说不答应了？啊，应同意了。镇南军可以随你出兵，条件是镇南军的出动不可以屠戮百姓，更不得以造反的名义。武南王，本宫有你这句话便够了。平安，照顾好九公主。是。哎呀！啊！九公主好眼睛。九公主好眼睛。博取同情，乃世间所有女子的傍身之计。何况你父亲犹豫不决，本宫也只是家宝。你的计谋达成了，父王已经同意与你结盟。现在这只是开始，父皇一日不死，大业便一日不成。是时候跟那个狗皇帝算总账了。陆平安，本宫这些年赈济灾民，积攒了不少民心。若是出兵，本宫能调动至少10万的农民起义军，再加上你们30万的镇南军，便有40万。这些兵力攻入京城，绰绰有余。好，切记，起兵之前必须要名正言顺。这个简单，本宫早就想好了。我们的联军就叫奉天军。至于这起兵的名义，也会名动天下。朝廷奸佞当道，我们起兵进攻秦王，清君侧，奉天，靖难。九公主联合武南王组织40万奉天军，要进京秦王，奉天靖难啊！这个九公主好大的胆子啊！不过她的确比当今皇帝强多了。如果她当皇帝，我支持。这世间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个女人竟然敢称帝！女人怎么了？这些年九公主做了那么多善事，她若是称帝，定是一位仁厚的明君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你说什么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陛下，现在九公主手上有10万农民起义军，又背靠30万镇南军，的确有造反的可能啊！而且她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，竟然还顺应了民心。哼！什么进京秦王，狗屁的奉天靖难，分明就是要造反！朕猜对了，果然会有谋逆。这个逆女！早知如此，那日朕就应该一刀砍了他。陛下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慌什么？不过就是40万大军而已嘛。他陆平安以为他是半步陆地神仙，朕就奈他不何了吗？朕早已向羽化仙门求助，只要有一位陆地神仙肯下山助阵，莫说是40万大军，就是100万大军也一样是飞灰。他们不是要奉天靖难吗？那朕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陛下英明。
10万农民起义军已集结完毕，现在就看你们镇南军。成败在此一举，若是成了，我便是大前女帝，而你们陆家也会权倾朝野。早看这狗皇帝不爽了，现在我们就让他知道，少了我们陆家，大钱到底还是不是他一个人的天下。不错，我们需要一个对我们陆家没有杀心的皇帝，更需要一个明君。爹，不如您跟我们一起去吧。镇南军陆战第一，有了您的率领，必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我就不去了。我就不去了，老了，打不动仗了。爹，您平安，你是爹看着长大的，这18年你一直都在装疯卖傻。爹就在想，你如果是真的不傻，该有多好！这样，您就能世袭罔替，接替我的位置。甚至有一天，爹被逼到不得已的份上，想着将位置传给云舒，因为爹真的别无他法了。爹，这个位置只有3弟才能够配得上。现在这不但不傻了，还有肩扛起整个武南府大旗的能耐。你是我陆家真正的顶梁柱。爹也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，是该实现我自己的愿望。我儿陆平安何在？儿臣在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新任武南王，掌管30万镇南军，镇守大前南境。这是调兵虎符，有了这个兵符，你就可以随意调动镇南军。你想奉天靖难也好，清君侧也罢，都随你的意去做。多谢爹。一眨眼就18年了，我家平安终于长大了。平安，答应娘，这场仗不管有没有打赢，都要平安回来。虎贲军统领陆凤安，请武南王下令。琥珀军统领陆云舒，请武南王下令。18岁的异姓王，这还是大前建国以来头一个。武南王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？即刻出征。是。陛下，九公主率领的10万农民起义军，还有新任的武南王陆平安率领的30万镇南军，正在赶赴京城。陆离天竟然就这么传位给他儿子！马上派兵驻守要地，绝不能让他们攻破防线。只要守住京城，等先人们赶来，不管是100万大军，也一样是飞灰。到时候，便将这帮逆贼一网打尽。黔州是大前要地，只要拿下黔州，便能长驱直入，直取京城。我们距离黔州还有多远？20里。传令下去，只要抵达黔州，立即攻城。是。哦！不好了，陛下，黔州要破了！啊？什么？黔州不是有重兵把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？陛下，镇南军陆战第一，陆地作战从未吃过亏，
还尤其擅长攻城，再加上新任武南王这个半步陆地神仙，我军溃败在所难免。废物，一群的废物，一座城池都保不住。要是黔州失守，那奉天军就要骑到朕的脸上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朕想办法！这个怎么如何是好？哎呀！陛下何不听我？陛下何不听我？哼！仙人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陛下无需客等，我等奉掌门之令而来。若非掌门有令，我等并不想介入这等俗世之事，只求速战速决。仙人，现在逆贼的大军就在黔州城，还请仙人出手，帮助朕诛杀逆贼，挽救大黔呐！不过是一个半步陆地神仙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40万大军对于你们凡人来讲，确实声势浩大，麻烦不小啊。可惜啊，在真正的仙人手段面前，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，触手可灭。没想到羽化仙门如此给太祖面子，竟然一下就出动了2位陆地神仙。这下便是朕要放过你们，你们也难逃一死。有2位仙人助阵，此战必胜。来人，备甲，朕要御驾亲征。是。城内所有禁军随朕出发，与朕共诛逆贼。前线传来消息，我们只差一点便能攻破黔州。只要黔州一破，我们就能长驱直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人能阻拦我们奉天军了。哈哈，此战必胜！没想到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不是容易，是我们的军队太强了。是吧，武南王？别高兴太早，仗还没打完呢。报！不好了，有2位自称仙人的老者从天而降，在我军营中大开杀戒，我方损失惨重。什么？难道大清皇室还有高手？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。好可怕的气息！这是陆地神仙，2名陆地神仙。陆地神仙，这么多陆地神仙！你们是羽化仙门的人，你们这些山上仙人不是不管我们的事情，怎么有时间来管我们这些琐事？我们是奉掌门之命前来帮助大清皇帝诛杀你们这些逆贼。你就是叛贼之首魏平安，在我等面前就不要负隅顽抗了。你自裁吧，省得我们动手。自裁？就凭你们？哼，就凭我们？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太招笑了吗？陆地神仙之下皆是蝼蚁，而你只不过是半步陆地神仙，在我们眼里，你就是蝼蚁，弹指可灭。区区蝼蚁还敢妄言？我还是低估了大清皇室的底蕴，竟能请动2位陆地神仙。陆平安只是半步陆地神仙，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。陆平安，认命吧，我们终究还是败了，我们是斗不过陆地神仙的。难道一切要功亏一篑了吗？切，我们大不了就一起死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向你们屈服的。聒噪！二爷，
是你，有死在我，为什么认命？陆平安，你别开玩笑，你的修为也不过是半步陆地神仙，而他们是真正的陆地神仙，还是足足的2位，我们有何优势可言？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，痴心疯了吧？啊，居然还说自己有优势，还跟他废话干什么？他不自裁，我们就送他上路。陆平安，认命吧，这是必死之局，解不了的。我们如何能与他们抗衡？很简单，我也成为陆地神仙，就是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陆地神仙的气息！怎么可能？这是陆地神仙的气息！早虽已知世事艰，虽大人间，不吃不血，命沉浮，独行15万级心中里面，单只前一剑，今朝剑场地狱处。我既然临阵突破，达到陆地神仙之境。我自3岁开始修行，5岁破入一品宗师，6岁提升金刚境，8岁达到天玄境，10岁万象境，12岁便已踏入半步陆地神仙境。作为临阵突破，我自12岁起不断压制潜心修炼，皆最完美破境。今时不可刀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哼，就算是你的天赋再妖孽，你也只是一个人。同为陆地神仙，我们可是比你多一个人。是啊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一剑斩杀陆地神仙？也不过是陆地神仙之境。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？竟无敌！这也太强了吧！原来如此，陆地神仙之间亦有差距。没想到陆平安竟然妖孽到这种地步，今后我可得把他当老祖宗一样供起来，万不能得罪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杨安，可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朕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前奏破了！40万奉天军正朝京师而来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那2位仙人呢？2位陆地神仙都杀不死一个小小的陆平安，你是在跟朕开玩笑对不对？老奴没跟陛下开玩笑，2位仙人已经死了。这怎么会？这怎么会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杨戬，本王现在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消息确实属实。不错，我当时就在场。父皇，我们又见面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啊！护卫呢？护卫何在？护卫何在？别喊了，你的军队已经全部投降。你这个逆女，你是要弑父吗？陛下放心，九公主就算不忍心对你下手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们，父皇，你之前跟我说，你给我的才是我的，你不给我，我不能抢。可我若是不抢，又怎能教你如何治理天下？杨安，替朕杀了这个逆女！
老奴拜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还挺识时务的，本宫就不杀你。什么？谢陛下不杀之恩！你们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凤安何在？臣在。陆凤安随朕出征，有从龙之功，封骠骑大将军。谢陛下。陆云舒何在？臣在。陆云舒随朕出征，亦有从龙之功，封镇国大将军。谢陛下。奉天旨意，武南王陆平安功劳甚大，朕封你为大前国师，可见礼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暂拜不礼。谢陛下。陛下恐怕要权倾朝野。果然是天命天女，竟能够抱上鹿子。父皇，你放心的去，朕定会替你打理好大千江山，不会让百姓安稳，不会让万民受苦，让天下黎民百姓都能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千盛世。